都是迄个威廉王子啊！你应该问你家己的心吧。我无介意，我嘛无真介意。伊对我真好，我真介意迄种被人照顾的感觉啊。虽然我的心逐工都有在跳，不过就是无爱情小说内面写的迄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啊。不过威廉王子这尔啊温柔体贴，佮深情款款。我老天鹅啊！我哪有法度理性给专业？是一个查甫的朋友送的，我还袂来电。以后啊，你就会知影。啊，你今仔日一定嘛真忝哈。郑凯，要顺续坐我的车无？我即马要载小秋转去啊。退啦。做啥啦？这是艾薇请我交你的资料。伊讲集团的内部反应袂歹，剩一寡细节小可调整者，应该才能通过。谢谢哦，就好诶。辛苦你。好啊啦，小秋。啊，床戏，威廉激情中抱起了小秋，走向床边，将她慢慢的放倒在床上，欲解开小秋衣服，一路吻到她的颈脖处与项链，拉下她衣服的衣带，肩膀的衣带吻着小秋的肩膀。然后小秋突然惊醒，不要！你先教他讲不要，这个地方不要应该怎么讲？是你要演的，就是好像第一次跟男朋友接吻，可是其实你以为你爱他，但是其实你又不爱他，然后你又要跟他接吻，你要很惊吓，然后又要很配合，又要很投入，又要很惶恐，怎么这么多？你才知道他工作很难了吧？真的吗？是欲拒还迎哦，是真的不要，可是又不敢让他太难过。要求，你敢真正爱我？当然啊，我爱你，我希望你是我一个人的。啊，拄仔个代志，对男女朋友来讲，遐尔啊正常。为什么你伫拢要拒绝我？啊，搁有啊，为什么你会当遐尔自然？甲你伤心艰苦一面表现给张振凯看。叶小秋，我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煞无愿意我过啊，无愿意让我分担你的心事，为什么啊？到底为什么啊？威廉要跟我发生亲密的关系，我现在就袂自然呢，甲伊安尼真来真去，我规个人好别扭。你若真心介意一个人，你就顺你的心去做，这是天生自然的本能。你要努力什么？努力喜欢上你啊！我会努力回应你的爱。只有小秋甲你交往，你打工拢只拍拼伫学习，打工拢伫思考要安怎做，才配起你，才会当互你满意。
我感觉这段感情并不快乐。